台语故事人生。清明杜甫，清明作者杜甫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